年龄增长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旅程，它不带来轰轰烈烈的改变，却在我们的内心刻下深深的痕迹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渐渐学会了顺其自然，不再试图挽留那些注定离去的人或事，也不再纠结于无法改变的结果。我们明白，生活中有些东西是无法强求的，而真正属于我们的，终将以某种方式回到我们的身边。学会顺其自然，其实是对生命智慧的一种体悟。当我们年轻时，常常对未来抱有无限的期待，对每一段关系、每一次机遇都充满执着，总觉得只要努力就能抓住所有想要的东西，只要付出就能换来永恒的回报。然而，经历的多了，我们逐渐发现，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能如愿以偿，也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得到回应。那些强求的结果，往往伴随着遗憾与疲惫，而顺其自然的态度，却让人感受到一种轻松与释然。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也是一种心灵的选择。当我们得到时，要学会珍惜、感恩这份来之不易的幸运；当我们失去时，也不必过于执着，因为有些东西注定只属于生命中的一段插曲，而非整个乐章。这种坦然与淡然的心态，不仅让我们在面对得失时更加从容，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宁静。遇见的人多了，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，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。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，我们在途中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。有些人出现在我们生命中，是为了陪伴我们走过一段路；有些人则是为了教会我们某些重要的道理。而更多的人可能只是匆匆过客，他们的出现和离去对我们来说并无太多影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学会了辨别真正重要的关系，懂得了珍惜那些与我们有着深厚情感联系的人。这种珍惜不仅仅是对彼此的陪伴和支持，也是一种对生命中美好事物的感恩。同时，我们也学会了放下那些不再适合我们的人和事，因为我们明白，只有放下，才能给生命腾出更多的空间去迎接新的可能性。人生中最重要的，往往是那些最简单的事情。一顿饱餐，一个温暖的拥抱，一份真挚的爱，这些看似平凡的事物，却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。一生最重不过饱餐与被爱，一生所求不过温暖与良人，一生所爱不过守护和相伴。这些简单的愿望，或许是我们追求一生的核心。当我们年轻时，总觉得幸福是拥有很多东西，名利、财富、地位、成就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渐渐明白，真正的幸福其实并不在于拥有多少，而在于内心是否充实与满足。一个温暖的家庭，一段稳定的感情，一份让人安心的生活，这些才是幸福的根本所在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开始明白命运的力量。无论我们多么努力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，而是要明白，努力的结果不一定能改变命运的安排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所能做的，只是尽力而为，然后顺其自然。命运是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，它让我们无法预测未来，也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。有时候，我们会为了某个目标而付出所有，却最终与它擦肩而过。有时候，我们会因为某个意外的机会而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这些经历告诉我们，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无法计划和控制的，而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用一颗平常心去接受一切。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并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当我们无法改变现实时，选择接受，反而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从容。这种态度不仅能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保持冷静，也能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充满信心。年龄增长还教会了我们另一个重要的道理，那就是珍惜当下。无论是生活中的小确幸，还是与亲人朋友的相处时光，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时间一去不返，那些曾经的美好瞬间，或许再也无法重来。学会珍惜当下，也是一种对生活的尊重。当我们用心去体会每一天的生活时，会发现原来幸福就在我们身边。它可能是清晨的一缕阳光，可能是一句温暖的问候，可能是一顿简单的晚餐，甚至可能是一次平凡的散步。这些细微的瞬间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真实的幸福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不断的成长，也不断的学习。
学会顺其自然，学会珍惜当下，学会选择与放下，这些都是我们在岁月中获得的宝贵经验。它们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，也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丰盈。年龄越大，我们越能体会到生命的深刻与美好。虽然生活中依然有许多困难和挑战，但我们已经学会了用一颗平和的心去面对它们。无论未来如何，我们都相信，只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就一定能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